高雄今年的歌仔顶主角是即马长青的放假主角，迄段进前呢，国小以下囡仔会当大声领着。马路顶原就业者拍算要请临时工，去到学校门口呢，用这四手啊含囡仔交换歌仔顶。家长即马就惊讲，这囡仔接触到这青云人会出问题。教育局也讲，因会派人来加强巡逻。 两批圆圆的耳仔，以练练的身躯坐伫车顶悬。这只毛油古水的翁仔是当前的放假主角之一卡娃，也是今年高雄要发的元宵节歌仔顶。因为市府宣布，国小甲幼儿园的囡仔27天都会当伫学校领着歌仔顶。网络顶悬连伊就传出有人要找临时工，去学校的门口用四手啊甲囡仔换歌仔顶。家长知这消息了后，拢真烦恼。因为如果是有心人士，他拿那个什么。 可能有餐药的零食跟小朋友换怎么办？尤其是食物件，是个特别烦恼。危险。为什么？就是惊食落伊会下毒啊，是之类的。 虽然业者紧急将找临时工的问题掉，不过这件代志引起讨论。市府教育局讲，因已经有通报各间学校，伫咧发歌仔顶迄天会派人加强巡视，学校这边也会加强宣导，提醒囡仔唔通黑白接受青云人的物件。 去请各班导师，跟小朋友做一个教育的宣导、教育的说明，就是小朋友其实不适宜去跟陌生人做一个东西的交换。到发放小提灯的时候，务必要求学童留意个人的物品保管，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给予的金钱、玩具或食物作为交换。如发现可疑人士在附近徘徊， 应立即的向老师、父母或其他的大人来反映。因为今年高雄的歌仔顶按算2月初8、初92天才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领，学生囡仔休歌进前就通先领，才会发生有人开钱请临时工来换歌仔顶的事件。开放民众领顶的时，可能会出现排队排甲长落落的情景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